喝过客家柚子茶吗？这是很多客家人非常爱用的养生饮品。不过很多人不知道，它的做法相当花功夫。从文旦采收开始，都要经过蒸、煮、晒、烤，至少要花上个2到3个月的时间。制作是相当的繁复精巧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尝尝这需要9蒸9晒的客家柚子茶。一道一道的工序看得眼花缭乱，因为要做客家柚子茶，做法真的很费工。柚子从挖洞开始，得先取出果肉剁碎，再跟茶叶、柠檬、甘草等材料混合之后，再回填到柚子皮内，盖上柚子皮，还得用棉绳固定，来来回回缠绕。光是绑柚子皮的动作就很花功夫。这是第3代传人徐元春坚持代代相传的好滋味。皮刚蒸的时候，哇，脆脆啊，要好小心去绑啊！你不会绑的人都是绑坏掉啊。徐元春大费周章，绑好的柚子还得用蒸笼蒸熟，蒸完再晒，晒后再蒸，才能够保存古早味。靠太阳晒比较多一点哈，那要1、2个月，温度是差不多80啊。经过了蒸、压、晒、烤的过程，直到完全干燥，至少要8到9次以上，才能成就道地的客家柚子茶。那个人家大锅煮饭的烟囱有没有掉在那旁边嘛？真正看了怕坏掉，就把它晒，所以要蒸了这么多次，变成都你们都9蒸9晒。圆圆扁扁的身体黑得发亮，而且相当扎实。经过烤箱烤干，客家柚子茶就能接近完工。这8、9分啊，是现在是弄得它干一点的，可以收拾起来啊。我们都是徐元春宝库里还有很多压箱宝，因为它一做数十年。这以前可是止咳润肺的养生饮品，纯手工也纯天然。会放啊，1、2、30年、30、40年。以前我妈妈做的，差不多40、50年了。老祖宗传下的单纯好味道，他也不藏私，常常跟大家分享做法。这慢慢的给它干了，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干了。风干后的柚子茶经过敲碎就能饮用。他希望属于客家的黑金宝藏能够永远流传。清甜柚子，淡雅茶香，3代的传承在柚皮里激荡。仔细绑，慢慢烤。客家坚持幻化黑金，闪耀感动时刻。